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拼命领1万块纾困，民众是小钱买玉兰花。这个纾困金的补助的对象是有工课，但是无保社会保险的民众。行政院长苏贞昌讲，像伫路边咧卖玉兰花，拢通来申请，结果讲玉兰花起价咯，为原本一罐30块起到50块。问摊贩才知影讲，有袂少人为着要申请补助，走去挂玉兰花，然后翕相到公所请补助。伫日头的沿路卖玉兰花种辛苦工作，本来是无啥人愿意做，但因为只要翕相，就会使去申请纾困补助1万。有议员发现买花的人向向变多，连玉兰花拢起价。我昨天去买花，我说为什么现在变贵了？以前是3朵30块，现在变成50块。他说现在卖花的人多了啦，然后花量一样固定，相对的等于是你要拿的货源变少了。不过咱来问这位卖玉兰花，伊讲可能最近不是花期，花变少才会起。你会在去批的时阵，有人就多。那就半个啦，无啦。花农讲产地价并不波动，不过买起确实伫这几天增加袂少。这不一样啊，这销路比较好而已，50%。是不是真正只要翕相，就会当领到纾困补助？台中市长罗秀燕强调，只要文件准备好势，公所拢袂拒绝收。不过最后也是要等中央公布具体审核标准，才会当办理。